呢一集咧發生喺特朗普4點鐘正式記者招待會前嘅1個鐘頭。有趣嘅地方當然係俾記者問下問下就會開始爆泄。呢次嘅精彩部分咧都唔例外。好啦，唔阻你哋啦，淨係想食花生嘅咧就可以由大概5分鐘嗰度開始睇啦。好高興可以同我老友埃及總統坐埋一齊，佢喺全世界好受尊重，個個俾面，包括我在內。我哋私底下交情深厚，做咗好耐老友啦。我哋而家正喺度合作，幫佢處理一個水壩項目。老實講，我覺得你喺埃塞俄比亞嗰件事上面受到好唔公平嘅對待。但係我哋會討論好多嘢，包括貿易。我哋同埃及有好多生意往來，我哋會討論呢啲，我哋仲會討論尼羅河，因為尼羅河嘅水量比正常少咗，有啲乾塘。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傾嘅嘢，係咪？埃塞俄比亞起咗個水壩，對埃及造成咗好大嘅問題。我好清楚呢件事，我本來已經搞掂咗嗰個協議，但之後我哋經歷咗一場被操縱嘅選舉，跟住唔知邊個上台，對嗰個協議一竅不通。佢哋根本唔打算解決任何問題，但係我哋會重新跟進，睇下可唔可以解決到。OK， 你有冇嘢想講？ اسمح فخامة الرئيس إن أنا أبدأ كل التقدير والاحترام لشخصكم فخامة الرئيس، وأيضا رغم كل الجهود والجدول المسحوق جدا جدا على إطار الاستثمار. Please. 首先請容許我對閣下表示最高嘅謝意同埋尊重，亦非常感謝你喺百忙之中依然抽空俾個機會大家見面。هبدأ كلامي بالتهنئة والتهنئة الكبيرة جدا جدا على ما أنجزته فخامة الرئيس فيما يخص استعادة السلام في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والاستقرار. 我想先衷心祝賀總統先生，你所取得嘅突破就係成功恢復咗中東地區嘅和平同埋穩定。اسمح لي فخامة الرئيس إن بمجرد الإعلان عن هذا الاتفاق كان في تقدير كبير جدا لفخامة الرئيس، ولكن هذا التقدير زاد والإعجاب زاد في إدارة أزمة بمثل هذا المستوى، وإحنا مستنيين الإعلان عن هذا الاتفاق حتى يتم توجيه الشكر والتقدير علنا من خلال مؤسسة الرئاسة والدولة المصرية لشخصكم لهذا الاتفاق الذي أنجزتموه. 份協議一公佈，大家就已經拍爛手掌，而你喺最高層次處理呢場危機嘅出色表現，更加令人佩服。Thank you。好啦，其實我哋而家正喺度耐心等緊呢個協議可以正式定案，成為最終協議，咁樣我哋先可以作出適當同合適嘅回應。到時我哋會再作進一步嘅行動。我會代表總統府同埋埃及人民對呢個偉大嘅協議發表正面嘅睇法同埋見解。呢份協議對我哋嚟講確實非常重要，值得大家關注。اسمح لي فخامة الرئيس أيضا إن إحنا أوجه كل التقدير والاحترام أيضا لشخصكم على العلاقات القوية وعلى الدعم اللي بتقدمه أمريكا. 總統先生，我亦想對閣下本人表示最高嘅謝意同尊重。為咗埃及同美國之間一直以嚟富有成效同卓越嘅友好關係，以及美國長期為埃及提供嘅各種支持同幫助，我哋都非常感激同重視。 تفهمكم لمشكلة السد أيضا في الأمر أسجل في احترامي وتقديري أيضا لكم. 我亦都會再次向總統閣下表示我嘅敬意。為咗記錄在案，總統先生，我點樣強調都唔過分。我對你有幾尊重，感謝你理解水壩對埃及嚟講係一個棘手嘅問題。 مش عارف اللي أنا أقوله ده مناسب إن أقوله ولا لا، ولكن أثناء العشاء امبارح أنا وجدت فخامة الرئيس محاط بكل القادة والرؤساء عايزين يتحدثوا معاه، لدرجة إن هو يمكن ما كانش عنده لحظة لتناول العشاء. 我唔知我接落嚟講嘅嘢合唔合適，但我觀察到尋晚晚宴期間，總統先生你被世界領導人包圍，冇時間享用晚餐。尋晚真係俾人大包圍，我哋玩得好開心，但係場面真係好誇張。尋晚真係做到隻狗咁，你都見到啦。係啊，非常多謝，真係榮幸，真係好好，真係咁咧。我今日下晝大約4點會開個記者會，喺我哋走之前，
我哋跟住會去巴黎。如果你真係去計個行程，我諗今晚就會啟程回國。所以接住落嚟，我哋會去巴黎，同差唔多同一班人一齊食飯開會。然後我哋就翻屋企。呢次旅程非常成功，發生咗好多非常之好嘅事。我哋會喺4點鐘嘅記者會上面討論一下關於伊朗嘅協議。基於好多原因，呢個係一份神級嘅協議。但係最重要嘅一點，佔咗99.9%，就係佢哋永遠都唔會擁有核武器。你唔可以俾伊朗擁有核武器，所以呢個係非常非常強硬同穩固嘅協議。雖然冇人知份協議實質寫乜，但係總之就係好強硬，而且大多數人似乎都好高興。真正開心到震嘅係個金融市場，因為自從聽到呢個消息之後，股市喺過去4-5日已經升咗幾千點，而且開合將會開放，而家已經局部開放咗，好快就會喺未來1-2日內全面開放。個市值晴天咗，油價就直線大幅回落，油價而家係73、74美元。已經非常接近危機發生前嘅水平，分別在於而家我哋面對嘅係一個冇核武器嘅伊朗，所以我哋拭目以待啦。我想大家都會好高興。不過世界上冇嘢聰明得過個市場，個市場對呢件事嘅熱愛程度超越我以前見過嘅任何事物。再講一次，股市升到穿頂，油價就直線插水。我諗而家大概係70鬆少少。就係咁樣，真係好犀利。呢啲就係實力，事實掌控一切，事實勝於雄辯。唔係嘅話，就會出現全球性嘅經濟大蕭條。你知啦，班蠢人就係想世界經濟一鑊熟，大蕭條。佢哋真係豬咁蠢，凡事唔可以做得太絕。如果你將人逼到絕路，就會有好多衰嘢發生。第一，海峽永遠都唔會開放。因為冇人會中意開住啲值幾十億美金嘅貨船，喺一條頭頂有火箭飛嚟飛去，周圍又佈滿水雷嘅海峽度行來行去，所以個海峽永遠都唔會開，有排都開唔到。所以我哋而家股市好暢旺，而且油價亦都開始變得好低。呢個將會對班民主黨搞出嚟嘅負擔能力問題產生巨大嘅減壓影響。你根本想象唔到民主黨搞出咗幾多爛攤子。但係我永遠都唔會忘記，我一接任再入主白宮第一日，開我第一個記者會，班傳媒就問先生負擔問題啊，先生生活負擔問題，你打算點處理啊先生？我話凳都未坐暖，就同我講負擔問題，明明係佢哋搞到啲嘢咁貴，呢個根本就係另一場騙局。佢哋老作咗負擔能力呢個詞，但係我哋正喺度大幅降低物價，而且跌得好快。加上有咗呢個協議，一切都太值得啦！呢個協議令到佢哋唔會再有核武，然後我哋仲可以再進一步降低物價。咁我諗油價可能會比戰爭爆發之前仲要低，所以我4點鐘會再見你，到時我哋再詳細傾下呢件事，仲有其他嘢。但我哋今次會面好成功，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峰會，法國方面做得非常出色。馬龍總統真係佢真係做得好好，大家嘅反應都好正面。喺度每個人，我唔知佢哋開唔開心。有啲國家霉霉地過得唔係幾好，有啲就發展順利。但係法國今次搞得好好，多謝晒各位。總統，你有冇睇過嗰份已經？你問我有冇睇過？有報道話入邊有3000億美元係假嘅，由海灣盟友資助嘅基金，係假嘅。假嘅，你想投資咪投咯。我意思係你想我點做出張預紙，話邊個投資就斬邊個。話俾你聽，我哋冇投，我哋自己一毫子都冇出過。人哋可以決定咁做，但係嗰樣係佢哋嘅事。我意思係你係咪想我話唔准任何人投資落某一個國家度？我攞埃及嚟做例子好未？唔准任何人投資埃及，我係咪應該咁講？我係想問，我哋冇投資，亦都冇呢個基金，我冇要求海灣國家佢哋想點就點。但係我咁講，佢哋短時間內唔會咁做，直到睇清楚對方表現，完全係睇表現。但係我哋冇投資，嗰個係假消息，係有人錯誤解讀咗一份聲明。我覺得嗰份聲明其實寫得幾好，坦白講，或者可以再準確少少。
但係呢個係作古仔，我哋一毫子都冇出過。唔好忘記，從來冇人對伊朗咁強硬過。呢件事一早應該由克林頓同埋奧巴馬去搞掂啦，應該由拜登去做，應該由布什去做，大把人一早就應該出手。呢件事已經持續咗47年，佢哋呃咗你哋47年。我係唯一採取行動嘅人。佢哋以前連飛彈都唔敢射，我哋直情掃平咗佢哋嘅海軍，砌低埋佢哋嘅軍隊，連空軍都幫佢哋清零埋。佢哋依家連防空系統都冇，雷達亦冇。你估點解油價一直 keep 住咁低？因為我哋每晚都護送啲油輪駛出海峽。你哋班傳媒直情聽都未聽過。2-3日前，甚至1個月前，我哋帶咗22艘船出嚟。我哋平均一晚護航15到25艘，冇人知呢件事。我哋個海軍做得非常好，冇人知發生緊咩事。呢個就係點解油價冇升到每桶$300，就係因為我哋油價先至喺115、115蚊橫行，而家係72、73。我聽講而家仲低。過去呢2個鐘我冇睇過市。總之我哋好強硬。記唔記得我哋仲冧咗一件蘇萊曼尼？佢一日喺度，今日份協議根本冇可能成事。嗰個惡魔天才，佢係一個邪惡嘅天才。班人好快就忘記晒。我喺第1個任期就一槍送走咗蘇萊曼尼。如果冇咗呢一着，你可能就唔會有今日我哋主導嘅局面。我哋主導咗大局，殲滅咗佢哋軍隊，所以之後實施封鎖先會見效，連一條毛都過唔到。Steve，依家份協議正式定案未？定係你哋仲未定案？呢份只係一份諒解備忘錄。如果到時我覺得唔對路嘅話，我哋隨時翻轉頭打過，直接將啲炸彈兜頭掟落去。你預計幾時？如果我唔中意，佢哋唔聽話，我哋即刻翻去掟炸彈，兜頭掟落佢哋嘅天靈蓋，明唔明？因為佢哋已經唔聽話咗47年，明未？係咪包？但係冇人可以達成呢個協議。我係話，奧巴馬搞嗰個伊朗核協議，佢親手交咗17億美金現金俾佢哋，俾咗幾億美金，俾咗幾廿億又幾廿億，佢連兜兜將17億美金直接由銀行搬上架波音757，然後成架飛機送入伊朗，班伊朗人就企喺飛機隔離。我睇過啲相，班人直頭係話，睇個傻仔送咗幾多錢俾我哋。佢當時根本想用錢求和，我冇咁做，冇人提呢件事。17億美金現金啊，仲有幾億咁送，佢哋想塞錢賄賂人哋。你知唔知伊朗人點做？佢哋背後笑奧巴馬，話佢係個死蠢，係豬西中嘅豬西。好多謝晒。你支持唔支持埃及嘅權利同埋水資源安全？呢個係我哋要傾嘅嘢，聽住呢個我會傾嘅。我梗係支持埃及啦，佢係我嘅朋友。由第一日開始，我喺競選初期見過佢。當時我同奸詐嘅希拉里競爭，有人同我講埃及總統喺度，對我嚟講可以同偉大嘅埃及總統一齊，依然係大事。但當然冇我參選前咁大件事啦。咁佢當時喺間酒店度，我就去見佢。我哋兩個直情係一見鍾情。佢跟住連希拉里都唔想見。佢話你贏啊，我唔想見佢。佢話你會贏，佢唔想見希拉里。仲記唔記得我哋未見面前唔識，見面後關係就好好，我哋好投契。我當時留低傾偈嘅時間比原定足足長咗1倍，霸晒希拉里啲時間。咁到咗佢時間，佢又唔想同佢見面。但因為佢係紳士，最後都見咗一見。不過成個會面大約1分鐘就完。多謝各位，多謝